Hello，大家好，好快又到第二集嘅名古屋快閃之旅啦。今日我哋會去大須商業街、大須觀音寺、熱田神宮，仲有去機場睇呢個波音787嘅展覽。我哋一齊出發，Go Go Go！第二日嘅行程開始啦，又係經過名古屋市中心，經過一大段嘅商業區，去到名古屋火車站。就係去食早餐，飽飽之後就開始行程咯。第一站我哋去呢個熱田神宮，係日本三大神宮之一，相傳有1900年以上嘅歷史嘅。每年超過有700萬人嚟呢度朝聖。熱田神宮嘅水手社，請喺呢度靜手靜口先。過鳥居前呢，就要除低頂帽，再鞠躬一下。今日嚟係週末，咁啱遇上咗傳統嘅日式婚禮添。神宮嘅氣氛神聖、莊嚴華麗，好多新人都嚟呢度舉行神前式嘅傳統日式婚禮㗎。好多爸爸媽媽或者一家人帶埋小朋友嚟呢度祈福嘅。因為呢度供奉嘅神被稱為智慧的民主菩薩，求嘅係學業順利、金榜題名。拜完出嚟咧，再拍張全家福，好多阿嫲阿爺都出席㗎，溫馨又熱鬧。草妖館真柄十郎左衛門，相傳係日本嘅武尊，東征嘅時候帶咗一把劍。體驗區可以俾觀眾試下揸大刀嘅感覺。呢度嘅御守種類繁多，人生所需嘅各種祈福，御守都喺呢度可以揾到嘅。神宮嘅御守有40幾款，全部都1000日嘅啫。喺神宮逗留咗大約1個鐘之後，我哋就離開啦。嚟到名古屋，點都要逛下大須商店街㗎啦。沿住南大津通一直行就到㗎啦。呢度集美食同埋購物，乜都有齊。食肆賣衫，睇下觀音佢有咩睇啦。不過都好細間。咦？好似見到有壽司的喎，鰻魚飯。新嘅店啦，老嘅店啦，和食嘅店啦，洋食嘅店啦，小食嘅店鋪啦，選擇超多。街入邊仲見到間小神社，呢間就係富士淺間神社啦。呢間鋪頭係以愛麗絲夢遊仙境做主題店嘅，門口細細地。呢條街好多國際化嘅美食選擇。尼泊爾菜啦、泰式菜、越南菜、巴西烤前雞，仲有台灣嘅鹽酥雞添。依家食台灣嚟啦，而家日本。全部都揾到，選擇真係多到眼都花。呢
跟住見咗一座深啡色嘅木梁大樓，原來係萬松寺嘅骨灰庵。入面係佛教嘅裝飾，附近仲有隻大大嘅招財貓。轉到另一條街，見到一間大三輪宮神社，係一間隱藏喺巷內、充滿着兔仔嘅元素，並代表幸福嘅神社。兔仔係象徵緣分嘅動物，而且蹦蹦跳嘅形象代表住運氣嘅提高。因此好多觀光客嚟到呢度呢，都會摸摸石兔仔嘅，希望佢能夠為自己帶來好運。社裏邊種咗一棵450年嘅老樹，被稱為樂之樹。好多遊客嚟到呢度，將紅繩綁喺樹下低，祈求為自己帶來有個好嘅緣分。神社裏邊有另一間神社叫做渡河神社。行到大須商店街嘅尾段，就係大須觀音寺。穿過人王門，進入咗大須觀音寺嘅正門啦。同東京嘅淺草觀音、三重嘅津觀音合稱日本三大觀音。本堂嘅正門上高懸掛咗一個大嘅紅燈籠，相當具有氣勢嘅。大須觀音寺聚集咗大量嘅鴿群，只要花50日圓就買咗一大包嘅餵鴿食物。最後嚟到中部國際機場嘅 Flight of Dreams 係免費入場嘅。星期日特別多人，Flight of Dreams 飛機博物館位於機場第2航廈，如果你離開機場或者搭飛機，可以順便過嚟睇下㗎。超近距離睇嘅787大機，仲有餐飲、購物等商鋪，係一個新型嘅複合商業設施。遊客近距離欣賞呢架787機嘅同時，可以休閒地享受美食。呢度都有免費嘅行李攞架俾大家放嘢嘅。哇！條水咁多人，我都係唔睇。兒童遊戲區星期6日特別多家長帶小朋友嚟放電嘅。呢度放咗唔少嘅波音客機嘅模型同埋相片。感謝你嘅收睇，下集見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有新片就通知你。拜拜。